嗨，我去订楼一间好啊，对，我拄则就是要先甲迄个内面影片啊，爱清诶清清诶，因为我有自动顶团上团，啊，我毋知影讲吼，试看觅讲看觅，讲久就是有即个词啊，因为每一个语言诶词就是安尼出来的，就是咱豆豆仔家语言变出来了后，迄一代一代去传啊，即嘛，传到当，毋管你是厝内是对爸爸迄边，阿爸迄边，还是对阿母迄边，迄拢是你诶母语吼。咱讲母语啊，讲啥物乡土语言啊，拢是安尼吼。嘿，安尼即个物件呢，伊可能是足久诶时间，所以我拄则会讲着有计划有两种，一种是是要互想要互时势时代，想要互时势较好诶一种环境，毋管是传承一寡知识，也是去互因有家己诶认同，袂感觉讲家己孤单一个人，家己孤单一阵人，一阵人嘛是诚孤单诶吼，无法度甲别人牵做伙，嘛牵斗阵，免牵做伙啦，牵斗阵就好，嘿。做伙甲斗阵的意思就无共款啦吼。好，我就无小心歹势，所以讲吼。即个母语，互我诚侪知识，互我即摆会当伫遮甲逐个分享哦。嘿，迄是我语言计划无照顾着我，但是阮厝内有照顾着我诶一个部分，因为我无上过乡土语言诶课。但是乡土语言诶课会当教互囡仔啥物？教互囡仔足侪物件，因为我有教过乡土语言诶课。我互因听看觅啊，即马乡土语言会当做啥物新歌？嘿，会当对着时代，莫互因感觉讲迄足土诶、足怂诶，迄无知识，迄无啥拍，咩？你嘛会使用你家己语言，有啥拍无啥拍，是你诶问题。嘿，迄是你有创意无？还是你有想法无？你想法若是好，你诶乡土语言讲出来就会水。就会圆满，就会诚有哦，互你一个赞，嘿，即、个赞就是咱的乡土语言甲大家的世界化，毋管你是现代世界化还是乡土化，迄拢是你家己的选择，嘿，我选择的是乡土化，因为我会国际化足，我已经有国际化过啊。世界各国的朋友，我有法度熟悉的嘛袂少啊啦吼。来台湾上济外国人的迄段时间，我嘛熟悉诚济，而且我熟悉到的是，我感觉讲遮是我一世人的朋友。遮的朋友是我一世人的朋友，随时拄着遮的朋友，拢会使开讲足久的。其中包括足济会当甲我开讲语言计划的朋友，嘿，有诶法国人，因为我读法文系，我法文系，有诶法国人会甲我开讲讲，我印象足深诶，逐概拢讲一解，就是伊甲我讲，伊去摕迄个《论语》，孔子哦，嘿，孔子诶《论语》，问我讲，嘿，你看内面即段，因为迄用会计写诶，讲你看即段。我是用即摆用台语讲诶，但是伊互我看是用法语写诶。即段，这毋是咧讲迄个友好啊，迄是讲迄甲爸母安怎诶代志，会讲较幼。我就甲伊讲，对啊，咱阮遮读着诶，就是有算过诶。阮无可能会读全部，阮读算过，所以讲阮呈现出来诶，就是即个政府甲即阵人想要实势变做安怎，迄就是有一个语言计划。迄就是一种语言计划，是伫咧思想诶部分，伫咧语言诶部分，咱嘛免儿化韵，儿化韵就是免加一个了后壁。迄个后缀后缀，免迄个后缀诶，华语国语，阮叫伊国语，嘿，阮台湾叫伊国语，因为马来西亚诶人因讲福建话甲咱诶台湾闽南语
拢是闽南语。我的立场是安尼，所以讲爱讲着国计话，着爱讲着立场。立场就是我感觉讲，伫个语言的部分，阮甲厦门的历史无共款，所以讲对台湾史来看，就会知影台湾史嘛会当看着辛宝金、辛宝丁。辛宝丁伊是倒位人？伊是福建人，伊是福建的巡抚。福建的巡抚来台湾遮尔久，建设了遮尔济代志，做了遮尔济代志。结果伊离开了后，是为着伊是甲清朝讲台湾最重要的，互伊独立做一个省。迄个时阵，规个福建省足大个哦，包括规个福建甲台湾。后来辛宝金辛宝丁来了一大段时间，感觉讲台湾迄海就是海，台湾是一个省。迄200年内面，对伊开始，台湾变做一个省，变做一个独立的省。但是迄个语言是毋是有牵斗阵？你是真诶物件，真诶有牵斗阵，你着莫记遐呢。无就无，好，你摕证据出来，无诶所在是有啊，因内面无共诶搁较济。我诶立场是安尼，共款诶，你着讲共款；无共诶，你着讲无共。安尼咱甲厦门足共诶，所以讲，即个语言计划，我家己本人会感觉讲，语言是一部分，语言爱讲语言的语言学，语言学的科学的部分，咱会当去证明啥物甲啥物有亲，啥物甲啥物无亲。但是啥物爱号啥物名，迄是倒一家的问题。就若像你囡仔生出来，你生相就是相的种，相的种就是生相啦，就是上尾啊，伊对相生，对隔壁的迄个王的生，为虾米？因为互伊分互伊做后生，所以讲，迄是两项代志。语言生做安怎是伊本来的款，但是语言爱安怎叫伊，爱安怎甲伊有啥物讲即个话的人有啥物认同，迄是另外一项代志。就若像生出来囝要对相生，就可能对隔壁迄个生，因为恁兜无爱饲，互因饲，即个代志最重要的，就是台湾人分袂清楚，就一直遐冤甲毋知影咧冤啥，我嘛毋知恁咧冤啥。好，但是上重要的就是，迄个种拢无啊，连种拢无啊，是要生啥物囝？就是连母语拢无啊，连母语拢无人讲啊，你是咧吵啥物母语问题？好，所以讲，我就会感觉讲，是毋是政府两边两个党拢要甲母语单调啊，才甲母语藏咧，偏咧无爱插伊。有遐尼好诶人才无爱用，伫外国，伫台湾诶民间，有遐尼好诶工具科技，无爱来斗相共，发明一寡有法度，甲实势斗相共，甲母语诶教材也是工具，互遮诶时代有代志做。这最重要，这就是语言计划。所以咱来看，卖啊，语言计划我遮写诶笔记，因为顶摆讲要讲画家啊嘛，我发现讲我知影诶代志，我诶想法，甲作者无啥共款。因为每一个人，毋管伊是读文诶，还是读理诶，但是我知影诶外国诶代志较济，外国诶国家迄较快，我知影会较快，因为我知影欧洲诶，有美洲诶，有我甲即个作者伊无共时代诶人，伊是去美国留学诶，伊会当看到美国足侪移民诶，看到足侪移民。但是我是安怎？伫台湾看到足侪国家来诶，因为即个我诶时代，我读大学诶时代，有对华来诶，中国来诶。因拢会晓讲母语，拢会晓。我问加一个袂晓啦，因为毋是，就是伊讲诶母语，就是阮逐工咧讲诶迄个华语，就是迄个
迄个河北诶，除了伊，逐家拢会晓来台湾诶哦。迄个荷兰诶来诶，伊会晓讲。迄个啥高啥？东北诶来嘛会晓讲。伊讲诶就是嘿，逐家拢会晓讲。啊，台湾无，台湾阁有嘛无偌济镇啊，即上大、上粗测量镇，嘿，上幼诶，你会当测嘛测甲比原住民较少镇，为虾米无爱好好想？好，安尼咱来要讲语言计划，好骂了上尾啊，也是爱提出一寡有建设性诶，歹势，建设性诶主意。好，啥物主意呢？就是咱台湾是啥物？我先讲一个事实啦。吼，台湾诶事实就是咱诶母语倒一个县市先是用迄个台湾语啦。我甲你讲，台湾语，迄个一个较早，一个较早。吼，伊嘛真有年纪啊吼。游姓游诶游实坤啊，嘛有一个坤诶。哎哟，甲我无共款啦吼。我诶是一个日头诶，然后一个日头诶，伊是两个方向诶方。嘿，迄个伊做县长诶时阵，游县长诶时阵，伊伫个宜兰先实行乡土语言教育。嘿。所以我去教乡土语言的时阵，哇，伊实行了后，我拢去教的时阵，三种腔，北部腔、南部腔、宜兰腔啊，遮好咧，互宜兰遮好咧，好处遮济，搁一个宜兰腔让一位互因，遮好，原来是安尼啦，先锋啦，但是咱来看觅啊，咱会想讲，澳洲因做了好无？你澳洲做了好，拜托诶，澳洲做了无偌好，因为因诶乡土语言是死甲无无几项啊啦。我讲一个例就好啊，诺贝尔，这可能因为日本，因为我学过日语，好，迄个讲诺贝尔嘛较紧。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过普隆萨了，普罗旺斯，普罗旺斯就是普罗旺斯啦。阮华语讲普罗旺斯语诶，伊嘛是有一个文学家写字，伊得文学奖，诺贝尔文学奖是普罗旺斯语诶写诶。得奖嘛是死，所以讲写得好诶文章，得着好诶奖，嘛无一定你诶母语会活落去。另外咱找另外一个例来看，美国诶苗族，伊叫做赫蒙，我阁话了好好，因为虾米？因对一开始皇帝。毋知伊叫皇帝甲是黄帝，皇帝炎帝甲谁去拍？蚩尤是啥？就是苗族诶祖先。苗族讲蚩尤诶意思，就是阿公诶意思。嘿，苗族讲，影片你来找，有资料你来找。苗族有三镇，因讲诶就是一个音节，一个音节。就像汉语诶，但是因是一开始的甲汉人分甲干，但是因是好蒙嘿，迄就是上早诶一种外族，迄个外族因嘛是有母语，因母语保存了诚好，所以讲毋是你真正有啥物得奖就会当好。苗族诶苗语，你有听过啥物奖？嘛无啊。为虾米一定爱别人来互你得奖，爱互你拍破啊，你才会做好代志？若像囡仔咧，若像囡仔未大汉的意思啦，毋是囡仔，毋是无好，是哪会阁遮尔老啊，阁还未大汉？哈，我就讲咩？咱卖，好，即个母语好诶一个专长诶，就是
足够美。好，咱来看第一个吼，我才有写吼，欧洲各国第一，看芬兰的第一。芬兰是啥物所在？芬兰就是北欧五国内面上东边的上东边的迄个离咱上近的，但是伊的母语是啥？芬兰语本来就是芬兰语，伊有换过学俄罗斯话，但是因最讨厌的，因为迄是互占的，因自动加一项，加倒一项。我无爱迄个，搁东边迄个俄罗斯，我来即边，西边的即个对咱较好。咱是平等的，咱学伊，若像学第一外国话，就若像咱的华语共款，咱会当随时去倒位做事，去客庄做事，嘛是讲华语就好，至少袂听无，吼。免像阮阿祖安尼，要去做线工，搁爱特别走去另外一个客庄，嘿，阿祖啥？嘿，迄个客人阿祖吼，迄伫咧户口关键写诶啊吼，一直透露家己诶那个文书，好，但是芬兰因有原住民无？嘛是有啊，但是伊诶原住民较特殊，迄拉普人，迄是伫咧挪威、瑞典甲芬兰，迄上北边诶，迄个圣诞克劳斯，圣诞老伙仔，来送礼物互你啊！互你啥物？互你麦克，互你唱歌，互你啥物卫生纸，互你七目屎。但这是芬兰的礼吼，嘿，这是欧洲的一个礼，啥物？伊有母语，全国是一个母语，但是伊加一项外语，啥物外语？隔壁迄个甲你平等的国家。第二，比利时伊是联邦哦，联邦。我讲联邦，毋知对无？吼，毋知对无是音啦，但是我知影伊的国家是联邦。联邦是啥物 ？Fédération de Belgique， 就是比利时是联邦。伊是啥物？因为迄两种语言伊讲袂，讲袂出一个结果，吼，无法度，迄台语我袂记安怎讲，谈袂好势啦，参详袂好势啦，参详袂出一个好诶结果啦。好，逐个家己要顾家己诶尔，吼，家己顾家己，就是县长北边诶迄个讲荷兰话，迄是因诶母语；南边诶迄半，迄是因诶母语。啥物？伊南边迄半诶母语，就是法国共款诶法语，但是伊个叫啥物？叫做瓦隆是啥物？另外一种，咱像台湾有台湾的华语，我甲你讲吼，台湾的华语，台湾腔就是台湾华语啦。嘿，我的立场是安尼，台湾华语就是，你去倒位讲，人你讲，会晓华语的人一听就知影你台湾人，会晓瓦隆的人，去世界各足侪所在一讲，若是会晓法语的人一听，听会出来，你若像毋是法国诶，因为我会足法国诶。Je parle français. Je parle très franchisé. Oui. Je parle français très franchisé. 就是啥物？足法国话诶法语。C'est très facile à distinguer mon français。足简单诶，可以甲我诶法语分做是倒一国学诶，足简单诶吼，因为法国学诶，但是比利时伊毋是安尼，因有家己诶法郎，嘿，法郎呢，我嘛毋知啦，爱问因啦，吼，伊嘛足谦虚诶，毋敢讲伤济，可能伫遐嘛是一个问题，因为因两边
讲袂好势，敢若会当找迄个中诶首都做一个啦，安尼做一个迄叫啥？莫互硬拍做伙啦，莫互硬拍做伙。伫咧遮，大家随便啦吼，立场你伫场凊彩徛。你要讲荷兰语，你嘛会使伫咧首都讲；你要讲法语，嘛会使伫咧首都讲。这是一个中两边讲好势，讲好势就是咱共同一个首都的联邦，即个就是比利时间的时啦，歹势，比利时联邦因的讲法，两边切一半，好不？着切两边，一半荷兰语，一半法语，搁一点点德国话，嘿。所以讲，这切的时阵，啥物物件嘛切啦，大学嘛切啦。一个天主教大学是咱的姊妹校，最姊妹校，嘿，就切这两边，鲁文大学，荷语鲁文大学，法语鲁文大学。我是真想要去荷语鲁文大学找找台湾的天主教荷兰文献啦。因为东印度公司是天主教的，但是即卖的荷兰是新教的，无共款吼。这等下再讲着。第三个瑞士有三个所在，会当分四边啦，较油的分四边啦，较大的较大的，较大部分的是分三边，一边我拄则较比利时共款是讲法语，但是瑞士法语，所以讲你会看到法语，我要选的时阵，我着看法语法国，法语比利时，法语瑞士，法语加拿大。我一定选我法语法国啦，因为伫台湾学的关系吼。但是，你知影 Geneva 无 ？Geneva 是啥物？看法语讲日内瓦 ，Geneva 伊伫个瑞士的法语区，迄是啥物所在？迄是旅游一个足有名的旅游学校。旅游观光学校的所在，另外一个是Zurich，我毋知影咩发音嘛，伊是讲德国话，华语讲苏黎世，迄是工业，这真济工业，迄啥物优秀工业，最优秀的。优秀物件，啥物表、手表，最优秀的手表，高级的手表，工业，优秀工业。搁另外一个，我毋知迄个词是啥物，迄是瑞士的意大利语区，迄叫做 Switzerland，应该是 Switzerland，一个叫做 Swiss， 一个叫做 Switzerland，好，法语会叫做 Swiss， 德国话叫做 Switzerland， 可能啦，好，意大利语会讲 Switzerland， 足明显的。一个瑞士国字表示，表示三种四种啦，搁有一个阿拉曼斯，我毋知阿拉曼斯，迄是可能我德国的迄个，应该是啥嘛？应该是日耳曼啦，应该是法语讲日耳曼就是我英国、德国遐北边的迄阵，以前迄罗马帝国讲伊蛮族的迄阵，晓无？可能是嘛是迄边的吼。德国就是以前罗马帝国讲
所以伊则想要变做罗马帝国，所以叫因家己讲，哦，阮来甲阮的国家叫做神圣中神圣罗马帝国好啊，伊要学罗马遐尼好，嗯，那就咧讲啥？好，好罗话，中原音，即两顶，好啦，我讲想，袂使袂使袂使，尊重我哈，尊重我哈。好，过来来，过来一个咧，再来讲第三个嘛。第一个是芬兰，第二个是比利时，第三个瑞士，第四个乌克兰。Ukraine，我用法语讲啦，Ukraine，即个国家足特殊诶，伊独立时阵较晚，无到30-40年啦，嘿。但是伊是足老国家，以前有一个国家叫做，你有当时有算过什物 game？算过迄个欧洲诶 game？吼，伊有一个独立诶国家叫做基辅公国 （Kiev），迄就是因诶首都。Kiev 迄个所在就是乌克兰因诶首都 Kiev， 所以基辅公国因诶历史比莫斯科。比莫斯科，我毋知啊，应该用啥物讲？我是用俄罗斯话讲莫斯科啦，然后用，但是 Kiev 哦，好 Kiev，所以讲乌克兰，照理讲，应该是乌克兰话。结果咧，迄个国家最前几年发生最大诶政治诶动乱，迄是啥物？为虾物？因为伊拄啊好是一半乌克兰，一半本来就是俄罗斯语，一半本来就是乌克兰语，要安怎分？迄个本来就是等像咱本省外省安尼，外省毋是本来是啦，吼。外省有诚济本来是我毋知吼，但是你即马去想，本来就是讲即个话，甲本来就是讲即个话，拄啊好两边吼，客话吼，本来就是阮本来就讲客话，阮本来就青年讲客话，本来就是讲台语，阮本来就是青年讲台语，即两边无法，要安怎？一人掠一边大诶，伫咧后壁做伊诶靠山。佮安尼落去，就变叙利亚啦。甲你讲，莫讲啊。好，乌克兰，我甲伊讲了啊。但是即个国家，既然伊叫做乌克兰，你着爱会晓乌克兰语。但是伊乌克兰语甲乌克兰的一半人会用，足少诶。所以讲。大家要唱歌啊，要演戏啊，还是用俄罗斯语，嘛真简单。因为乌克兰语甲俄罗斯语足近诶，而且乌克兰语好因有外见，我莫伫遐电好啊，你讲毋对。好，紧甲伊讲了，免报中情啊，我讲一句先遮好啊。好，澳洲着讲遮久啊，你看。这是我家己诶家啊，后面诶图啊。用家己诶外国话知识来添加做男做伙做出一个整理诶结果。我拄则讲完澳洲诶，过来后一段来讲，转来咱亚洲看觅哦，是安尼。